起来就规地有无？足甜莫伤过分哦，会过人完哦。幸福啊！一个月足甜个足甜一年敢若2个月才会到安尼啊。哦，来，咱先确认。啊，你较认真做咧吼，我先甲这边食我来做，我来做。哦，我感觉这比国外更较好食。现老啊，还搁咧活的呢。啊，所有人一定足新鲜活，啊，毋过为着莫拍算去，我嘛是搁继续食。哇，你看迄一板都遐高啊！一喙走30-40块。安尼我搁食一个。迄现老的吼，现老啊往落去炒卵吼，无菜，无菜拍算，所以我已经往去冷冻。冷冻啊，共款这品质足好的吼。啊，像这种现老啊，就使食青的。偏油这种马粪海胆吼，这个品种吼，伊甲别的品种都无共，风味吼会特别高，特别高特别香。嘿，除了甜话，伊个特别香，袂臭臭，袂臭臭。即马喙龟内底拢是海胆味，对。甘甜就甘甜嘿，的。啊，咱这来吼，一丝丝胡椒粉，一丝对吼，莫伤多哦。好。啊，一般因为咱咧拄来煮，你咧食拄了甜是咪已经有小可咸咯？嘿，有点咸。有咸啊，所以要掺盐嘛会使。但是我以前习惯吼，我若咧是做菜人，我拢掺一丝丝豆油。色水较好看。但是袂当掺伤多啊，我袂掺啊讲会反乌，但是主要豆油有加一个豆仔香。哦。哎，对。安尼你真正内行的呢。豆仔香掺落了，一丝就气味都搁无同款。啊个煲一丝盐花啊。盐花啊。一丝。哦。这足简单的。这我会晓处理。这互助理来就好啊。嘿，进前咱像咱是去用足高级的迄种餐厅料理无？嘿，海胆炒饭啊，海胆炒卵啊。哦。若讲到这吼，咱平湖人才有这个福利。嘛毋是讲讨债来，因为无大咱基本上咱家本身出产的，出产地的人才有这么豪迈的这食法。咱这边唔来炒卵呢，炒饭啊，哦，够好食。落去吹卵。哦。像海胆吹卵。像拄食有无？姊啊，你这个也无食有无？是啥物？你怎食嘛？袂紧啦。对。这卵吼，往厝落去内底，落去吹。嘛是起来嘛是海胆味，对。甘甜。对。哦。啊，即卖会用啊。所以是两升落去。两升落去。不是海胆。因为海胆是尾啊。海胆青的就食咯。哦。对，你袂当伤炸落去，伤炸落去，到尾来大煲去。哦。所以你这种做法是海胆的迄个肉汤汁啊，搁伫咧内底。嘿，对啦，就是互迄海胆的，因为另外出来种汤汁有无？互迄汤汁吼，甲咱参咱两南做伙，啊，食个骨溜，嘿，啊香的有另外香的芳开。迄听无足高级的料理。嘿，无共款的料理啦。姊啊，你看，这卵吼唔通完全熟哦，你袂使完全熟，就是差不多半熟，吼。这个时阵海胆才落，慢慢先做，哇，你拄只一粒，迄一粒爱差不多150至200，啊，你看做有几粒？哇，这上无有3-4粒。所以你看这盘，是干那成本都要50钱。哇！所以是毋是讲足高级的料理？真正足高级。对，所以咱这落鼎以后吼，爱轻啊吼，吼尽量唔好伤大力咯，伤粗鲁啦吼。海胆就可以落会脆糊糊，吼，看起来就迄个鸡特款就会落落去嘿。啊，我今仔吼传迄个拄啊好，点叫摕一寡迄个蒜头草、珊瑚草。这吼，这拄则我已经用迄个控糖水洗，这会当青食。有当青食？嘿，会当青食。你食看，这嘛是海味啦，海味甲海味，所以这嘛在做凉拌的。我一般食着拢是凉拌。对。好，咱就甲，看，你是毋是佫愈高级？哦，成分拢无共。哇，好咯，你嘿，莫炒完全顶哦吼，炒好烧就使了。哇，这炒过了，足香的呢。加一个迄两香吼。两香。哦。啊，搁迄葱仔香。对哦，哇，这边个蒜头草，哇，规个拢无共款的。你看边这蒜头草，啊，内底佫有海胆，这是感觉咱葱水味落去。对。对吧？哇，规个就是海的世界有无？我拄有食过青的嘛，对无？甘甜，啊，这若搁炒过时阵，你食看卖，迄气味无啥共哦。好，为个讲，因为麻粉海胆伊本身就有一个较
较重的味，爱伊食的讲会足香，啊无个种有烧到一个就迄味。但是你若用这种方式，吼，为了唔敢食青食，用这种方式就绝对敢食，连鱼咱都足敢食。你莫一直讲话，我要食。一直准准啦。拄食咧食青的时阵哦，迄海胆软软，啊，足甘甜足甘甜。因为即摆较结实咯。嘿，较缩格。啊，另外一种芳开出来。虽然是缩格，啊，毋过汤汁还搁伫咧内底哦。对。啊，搁加上这鸡卵的卵芳。头家来一碗白饭。内行的，你看有来。因为这就好食。对啊，咱来平遥佚佗。去餐厅食饭，拢差不多10点到到7、8点，这个时间啦，7月8月啦，拢会点一个海胆炒饭。哦，安尼炒过了后，无共款的迄种层次啊。对，伊看伫后壁，哇，咱我头先安尼甲你试哦，袂输咱去你欧洲咧度假。系啊，这去到国外才有诶，唔免。真正来平遥这种风景，这种感觉袂输去国外啦。对啊，你看，哇，我感觉这海胆哦，不管是用青食还是炒卵吼，拢是上佳。非常好食，非常来海胆炒卵，希望大家加油。